明朝被皇帝賜姓，人稱國姓爺，一生致力於反清復明嘅台灣之主鄭成功，可以稱得上係一位英雄。1661年，佢率領百艘戰船從金門島出發，越過台灣海峽，短短8個幾月就擊敗咗霸佔台灣島38年嘅荷蘭侵略者，徹底結束咗東印度公司喺台灣嘅統治。鄭成功嘅水軍訓練有素，又好擅長打閃擊戰，佔據台灣之後一直都係清朝嘅心腹大患。鄭成功嘅強悍同對舊主嘅忠心耿耿，就連佢嘅對手都打心底佩服。被譽為千古一帝嘅清康熙皇帝就曾賦詩讚美道：四鎮多異心，兩島屯師，敢向東南爭半壁。諸王無寸土，一月抗戰，方知海外有孤忠。從字裏行間不難睇出康熙對呢一位前朝舊臣嘅欽佩之情，佢幾咁希望鄭成功能夠為自己所用。被對手肯定嘅鄭成功自然絕非池中之物。喺取得台灣之後，佢冇固步自封，關起門嚟過自己嘅小日子，而係即刻有咗繼續東進擴大海上版圖嘅計劃。如果呢一個計劃最終能夠順利實施，如今喺美國人手裏邊嘅呂宋群島，好可能仲喺我哋手中。中國將成功擁有太平洋7600個島嶼，多出29萬平方公里嘅領土，以及難以計數嘅海洋資源。中國將唔再單純係個傳統農業國家，而係成為擁有海上貿易絕對話語權、綜合實力超強嘅亞洲第一，甚至全球第一嘅國家。既然鄭成功如此勇武，能夠短短8個月擊敗人高馬大、裝備精良嘅荷蘭侵略者，點解攞唔抵當時被西班牙人控制嘅呂宋群島呢？鄭成功武力收復台灣之後，無論係戰後重建定係搞民生工程，到處都需要真金白銀嘅投入。台灣雖然物產豐富，可孤懸海外嘅一島之力畢竟非常有限，自給自足綽綽有餘。想繼續追加軍費同清朝長期鬥爭，咁就遠遠唔夠啦。對於鄭成功嚟講，想開疆拓土，唯一有可能發展嘅就係東南太平洋諸島，首當其衝嘅就係隔海相望嘅呂宋群島。當時嘅呂宋群島係西班牙喺東亞嘅貿易中心，首都馬尼拉亦都係個遍地黃金嘅地方，資源豐富，環境宜人。只要奪取咗呂宋，就可以極大擴充鄭氏集團嘅經濟同軍事實力，獲得同清朝長期分庭抗禮嘅資本。另外，台灣同呂宋群島地理位置接近，緊緊隔住一個呂宋海峽，長度320公里。呢條海峽係國際航運嘅重要通道，拿下呂宋群島，順便亦都能夠控制呂宋海峽。如此，鄭氏集團將會完全掌控中國通往美國嘅跨太平洋貿易鏈。有咗呢個搖錢樹，鄭成功將會提前建立起環太平洋戰略帶，足夠挑戰歐洲殖民者喺東亞嘅統治地位。所以東取呂宋群島呢個係鄭成功必須要落嘅一盤大棋。鄭成功嘅鬥爭經驗豐富，自然唔係個莽夫。佢深知勞師遠征必須師出有名，打台灣嗰係收復領土，唔需要做咩戰前動員。但係打呂宋群島可不一樣，必須得有個拿嘅上台面嘅理由。理由好快就嚟啦。1662年，馬尼拉發生咗一次針對華人嘅屠殺事件，轟動咗世界。據講喺呂宋嘅西班牙殖民者提前嗅到咗危險嘅信號。為咗避免同鄭成功開戰嘅時候，己方陣營出現華人內應，索性唔問青紅皂白，先將當地華人都殺乾淨再講。馬尼拉當地嘅華人社團即刻向台灣嘅鄭成功求救，請求派兵介入，把呂宋群島嘅華人接到台灣避難。接到當地嘅求救信之後，鄭成功喺朝會上影咗台。
當眾宣布要發兵呂宋，拯救華人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同時徹底消滅西班牙殖民者，還島於海外大明臣民。1662年5月，鄭成功派遣意大利神父科羅作為使者前往馬尼拉，向西班牙總統遞交國書，亦都可以理解為戰書。國書措辭非常強硬，指責西班牙虐待、殺害華人，要求佢哋即刻終止對當地華人嘅種族歧視，並且對鄭氏政權稱臣納貢。鄭氏將派人上島，全面監督過渡期政府嘅建立。鄭成功當然知道西班牙人亦都唔係嚇大㗎，呢一封國書只不過係先禮後兵，俾自己人睇㗎。呢個就等於昭告天下，我係率領正義之師拯救自己嘅臣民，討伐外來侵略者嘅。台灣從上到下嘅將領、士兵、老百姓都要無條件支持我，人人奮勇，敢唱反調嘅都俾我小心啲。我嘅火氣好大。就喺鄭成功整頓人馬，準備施行呂宋計劃嘅時候，多個噩耗卻接踵而至。清朝順治帝出家，康熙繼位，喺鰲拜嘅建議之下，開始對東南沿海實行20年嘅遷界令。清朝嘅呢一舉措夠狠夠絕，重傷咗台灣經濟嘅支柱。鄭成功嘅父親鄭芝龍亦都被康熙以謀逆罪流放寧古塔，隨後喺當地被斬首示眾。消息傳到台灣之後，鄭成功又係憤恨又係自責，茶飯不思，身體一日不如一日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鄭成功嘅大仔鄭經又嚟作妖，俾本就內憂外患嘅父親添堵。鄭經係個浪蕩公子，一肚子花花腸子，唔中意年輕少女，偏愛中年婦人，冇少破壞其他人嘅家庭。不過鄭家畢竟係台灣嘅主子，邊個都唔敢得罪鄭經。好多被出軌嘅丈夫，亦都只能夠選擇忍氣吞聲。鄭成功唔係唔知，只係太多嘅事情要佢操心，亦都就冇太將呢件事放喺心上。點知就係因為佢嘅縱容默許，讓鄭經得寸進尺。佢竟然喺澎湖列島同自己四弟嘅乳母陳氏發生不倫之事。1662年3月，兩人嘅孩子鄭克莊出生。鄭經嘅妻子唐氏知道之後，忍無可忍，即刻向祖父唐顯悅告狀。唐顯悅係南明嘅兵部尚書，唐家同鄭家作為兒女親家，本來就係門當戶對，地位半斤八兩。一聽講自己嘅孫女受咗委屈，即刻寫書信俾鄭成功興師問罪。呢樁家族醜聞被公之於眾，成為壓垮鄭成功嘅最後一根稻草。鄭成功睇完信之後，氣嘅直哆嗦。佢一生最重視倫理綱常，呢個係佢道德上唔能夠逾越嘅紅線。都話子不教父之過，自己嘅大仔做出呢一種大逆不道嘅醜事，簡直就係當眾打自己嘅耳光，係可忍孰不可忍。眼下正係凝聚人心、發兵呂宋島嘅關鍵時刻。鄭成功為咗團結島內力量，只得大義滅親。佢下令誅殺鄭經嘅生母董氏、鄭經、陳氏以及兩人嘅野種。不過只有董氏領咗盒飯，遠喺金門、廈門嘅一家三口，因為鄭太嘅死保並冇遇害，仲反殺咗被派去執行死刑嘅黃旭。經此一事，父子二人徹底反目，成咗仇人。鄭經直接喺金廈發動兵變，將鄭成功嘅親信殺咗個乾淨，準備反攻台灣奪權。鄭成功面對接踵而至嘅噩耗，突發惡疾，一病不起。1962年6月23號，鄭成功自感大限將至，口中喃喃自語：我無顏下去見先帝。隨後自己則破臉皮吐血身亡，年僅39歲。鄭成功死後，鄭氏家族陷入內部爭鬥。台灣島嘅鄭集、鄭成功弟弟同埋金廈嘅鄭經都想繼承大位，叔侄兩人大打出手。
1662年10月，鄭經獲勝，重新統一咗台灣。鄭集後歸順清廷，因為鄭成功嘅離世，攻擊呂宋群島嘅計劃就此擱置落嚟。雖然鄭經亦都喐過重啟呂宋計劃嘅念頭，但係此一時彼一時，台灣水師力量大不如前。而西班牙方面已經加強咗軍事部署，又嗌嚟咗葡萄牙水軍幫手，呢個時候勝算已經非常渺茫。於是鄭氏後人徹底放棄咗東攻呂宋嘅計劃，呂宋群島再冇併入中國版圖嘅可能，着實令人唏噓不已。歷史容不得假設，但係可以美好嘅暢想一下。如果鄭經能夠安分守己，幫助鄭成功共謀大事，奪取呂宋群島，咁今日嘅中國可能係個乜嘢樣子呢？一、成為海洋強國，有咗台灣島、呂宋群島呢兩大戰略支點，我國將會擁有環太平洋嘅話語權。與之適配嘅係我國將會建立一支更加強大嘅海軍。進可攻，退可守，成為維持全球和平穩定嘅中堅力量。東南亞嘅華人亦都將會擁有一個超級強大嘅母國政權作為後盾。喺幾百年嘅時間內，華人都將會喺東南亞政治格局中扮演主導角色。擁有呂宋島之後，當地熱帶植物、礦產、海域內嘅水產、石油等等，都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嘅重要補給。同時，台灣海峽、呂宋海峽仲將為我國帶嚟源源不斷嘅海貿收入，提供眾多就業崗位。我國嘅海島遊板塊將有海南島、台灣島同呂宋群島。第三產業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，旅遊經濟將會更上一層樓。中國嘅概念從一開始就包含海洋領土同埋海外領地。國民嘅身份認同終將融入更強嘅海洋同埋開拓基因。一般嚟講，海洋屬性國家喜歡性創新開拓，經濟主要依靠貿易；陸地屬性嘅國家偏保守，以傳統農牧業為主。如果俾中國附加咗海洋屬性，中國嘅發展將更加全面。國民亦都將擁有人生更多嘅選擇權。如果鄭成功當年攻佔呂宋群島，中華文化就將以此為基地，更深入、更持久咁向東南亞輻射同埋傳播，形成一個更加穩固同廣闊嘅中華文化圈。無論係對於中華文明嘅傳播，定係地區長治久安，都大有裨益。鄭成功東征呂宋群島呢一美景嘅夢想，留俾後人無盡嘅唏噓同埋想象。佢仿佛歷史嘅一個岔路口，俾咗中國成為另外一個海洋強國嘅可能性。回顧呢一段歷史，我哋不禁感嘆，如果鄭成功能夠成功最後一次，或許中國嘅航母編隊可以成形嘅更早，成個中國嘅近現代史都將徹底改寫。